讲讲。有一种限定音的简单的音调，抗伫老师台优美的时机地度，照实力的品质老读音，形成无穷样的旋律。透过时沙老杂的声，现在个听到强强的模特的老跳吟诗。人像衣裳发相容，春风拂干露发浓，若非春玉山头见，飞向楼台热下风。同样的艺术史，同样的乡音，老人家的老调，歌手的新曲，吟诵、传唱，时空层贴，又是哪样一种新风味？人像衣裳发相容，春风拂干露发浓，若非春玉山头见，飞向楼台热下风。像衣裳发相容，春风拂干露发浓，若非春玉山头见，飞向鸟台热下风。